Interim Lightweight 冠軍戰火力全開，打到口腫面腫，異常激烈。Co-Main Event 全力進攻都不及打到你爆鼻流血。女子 Bantamweight 冠軍戰，衛冕冠軍賽前訓練受傷，搞到休養6個月。大家好，歡迎嚟到熱鬥技研社嘅 MMA 賽事簡報環節，熱鬥 Offline，我係 Anthony。2026年第一場 UFC 數字賽喺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嘅 UFC 324賽事，已經喺美國時間1月24日順利落幕啦。不過今年 UFC 開局睇嚟唔多順利啦。原本當晚嘅 Co-Main Event 女子 Bantamweight 冠軍戰，衛冕冠軍 Kayla Harrison 迎戰久休復出嘅前 Double Champion Amanda Nunes。開賽前1個星期左右 ，Kayla 因為訓練時頸部受傷，無奈退賽，傷勢仲嚴重到要做手術，預計要休養半年先可以復出啊！好彩 Kayla 通報得早，賽會立即重新安排出場戲碼。本來只係 Main Card 賽事，前 Bantamweight 冠軍 Sean O'Malley 出戰中國選手功夫小子宋亞東，就補上做 Co-Main Event。而原本 Prelim 賽事女子組 Flyweight 嘅 Natalia Silva 對戰前 Strawweight 冠軍 Rose Namajunas 就升格上去做 Main Card，都叫湊齊5場 Main Card 賽事啦。在此祝願 Kayla 早日康復，健健康康，快啲翻入八角籠，同獅子啦 Amanda 爭冠軍啦！講翻5場 Main Card 賽事，3場頭盤，第一場 Featherweight 嘅比賽 ，Gian Silva 喺第2回合發力狂攻 Arnold Allen， 最後3位裁判一致判定 Gian Silva 勝出。第2場女子 Flyweight 嘅賽事 ，Natalia Silva 以佢標誌性嘅突襲式打法對付擅長防反嘅 Rose Namajunas， 最終 Silva 有效地以 Unanimous Decision 判定勝出。第3場 Heavyweight 嘅比賽。Waldo Cortes Acosta 第2回合求其一個右拳轟中冇晒氣嘅 Derrick Lewis 落地下，跟手落地補多幾拳，就咁以 TKO 勝出賽事。以上3場賽事，如果大家想我哋詳細講多啲，記住留言話我哋知，我哋盡快補翻俾你哋。跟住係當晚臨時頂上嘅 Co-Main Event Bantamweight 大戰，由排名第3前初量級冠軍美國選手 Sean O'Malley 出戰排名第5中國選手宋亞東。比賽一開始，宋亞東就已經積極搶攻，低數埋身左右直拳乜都出齊。O'Malley 就靠住佢身高同臂展嘅優勢，盡力保持距離做防範。不過第1回合末段，宋亞東都能夠成功剔單咗 O'Malley 落地下進攻。去到第2回合，宋亞東嘅攻勢並冇停落嚟，初段幾下低數一度掃到 O'Malley 失平衡啊！及後宋亞東再次剔單帶咗 O'Malley 落地下 ，O'Malley 一度嘗試 set up 個下位 triangle， 但係唔成功。不過一輪互攻之下，宋亞東個鼻就俾 O'Malley 打到已經流晒鼻血啦。殺到第3回合，宋亞東繼續積極進攻，後段就到 O'Malley 全力爆發反攻。更加試過一個失撞到宋亞東鼻血長流，最後3個回合完結，3位裁判一致判定 Sean O'Malley 勝出，都話咗 effective striking 嘅定義深奧㗎啦。打完場比賽 ，Joe Rogan 上台做訪問嗰陣 ，Sean O'Malley 就話贏比賽嘅感覺真係好爽啊，仲借機會劍指現時 Bantamweight 嘅冠軍 Petr Yan， 如果俄羅斯人要 rematch 嘅就嚟揾佢啦，佢想要翻條冠軍腰帶啊！講到咁上下 ，O'Malley 仲叫咗佢囡囡上台。原來今次 UFC 324係 O'Malley 個千金第一次睇爸爸現場比賽㗎，難怪 O'Malley 點都要贏啦。但係有睇過呢場賽事嘅觀眾，又點睇呢個29比28嘅比分判定呢？留言交流下。重中之重，當晚看守輕量級冠軍戰兼 Main Event， 由排名第4美國選手 Justin Gaethje出戰排名第5嘅英國選手 Paddy Pimblett， 兩位選手全程火力全開。不過 Paddy 賽前應該冇諗過 Gaethje 嘅鐵拳真係咁厲害啊！ Gaethje 第1回合就已經壓上前暴打 Paddy， 更加一度打到 Paddy 瞓咗落地下。好彩 Paddy 落咗地都仲有意識保護自己，先冇出現第1回合就 TKO 嘅場面咋。去到第2回合開始 ，Paddy 繼續諗住拳腳攻勢開路，但係就算連環進攻、抗打能力甚高嘅 Gaethje，都好似當冇事發生咁。就算 Paddy 諗住踢 Gaethje，都因為 Gaethje 嗰裝太穩陣 ，Paddy 踢人反而自己失平衡，差啲跌低。進攻唔多見效，仲俾 Gaethje 打到右眼角裂開流血啊！
得嚟第3回合 Paddy 後半段啲攻勢開始有啲效果，諗住乘勝追擊啦。點知第4回合游術黑帶嘅 Paddy 諗住剔單嗰陣正中下懷，又俾基池帶咗落地下打。須知道鐵拳無敵嘅基池本身都係 Wrestling 高手，點會怕你啲 grappling 啊？結果打完4個回合 ，Paddy 已經俾基池打到血流披面、口腫面腫咁啦。順帶一提，呢4個回合入面，除咗雙方都打得激烈之外，每個回合都有啲犯規嘢㗎。第1回合，基池擦眼就俾拳證睇到警告；第2回合，基池再次手指公插入 Paddy 隻眼，就逃過拳證法眼啦。第3回合到 Paddy 失撞基池嘅下陰，點知第4回合又到基池失撞回敬翻 Paddy 下陰。可想而知呢場比賽嘅激烈程度有幾誇張啦！去到第5回合，雙方都毫無保留全力開打，無奈面對住硬漢子基池 ，Paddy 嘅攻勢都係唔多湊效。即使末段 Paddy 大爆發狂轟基池都全部硬接無礙啊！就係咁樣，基池5個回合打到 Paddy 血流披面，最後賽事 Justin 基池以 Unanimous Decision 一致判定勝出。基池亦自2020年5月。再一次成為輕量級看守冠軍，呢場咁轟烈嘅比賽，亦成為當晚嘅 Fight of the Night。打完場比賽，兩位選手都識英雄重英雄，攬頭攬頸 friend 翻晒啦。賽後訪問時段 ，Joe Rogan 都話呢場比賽夠晒刺激，直頭打仗一樣啊！基池都讚 Paddy 果然硬淨，利物浦人果然唔會被 KO 啊嚇！就算轟到佢幾金都好，都仲可以企得起身。呢個後生仔果然係危險人物啊！能夠喺自己第11場 Main Event 賽事勝出，仲做埋冠軍，基池當然開心啦。Joe Rogan 更加話期待佢嚟緊喺白宮嘅比賽再現鋒芒。落敗嘅 Paddy， 佢話本來都諗住可以帶條腰帶翻屋企㗎，但係面對住 The Highlight 呢個傳奇高手，細個就睇佢打拳，家陣就知道呢個傳奇有幾勁抽啦。不過自己仲後生，31歲嘅佢一定會以更好嘅表現回歸八角籠。去到訪問後段 ，Paddy 就好發人心聲咁同大家講要珍惜生命啊！事緣之前 Paddy 有個老友自殺，搞到 Paddy 就算贏咗比賽都心情低落，淚流滿面。近期佢又有老友輕生，所以今次 Paddy 再次公開向大家呼籲，就算幾大男人都好，有乜嘢事唔好屈埋喺個心度，揾人傾下啦，唔好就咁了結自己生命啊！大家又點睇呢場異常激烈嘅 Interim Lightweight 冠軍爭奪戰呢？埋嚟傾下偈啊！5場賽事嘅回顧就告一段落啦，再一次感謝各位同我哋重溫呢晚比賽啊！打完 UFC 324，緊接澳洲時間2月1日 UFC 325 Featherweight 冠軍戰，現任冠軍 Alexander Volkanovski 2度出戰 Thiago Lopez。到時我哋再同大家睇下邊個可以攬住條冠軍腰帶過農曆新年。當然中意呢條片記得幫我哋 like、comment、share， 仲有 subscribe 我哋熱鬥技研社嘅 YouTube channel，click 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到你啦。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有動力繼續做落去。密切留意熱鬥技研社，我哋下次見。